林高坑的柑仔柳丁，因为天气的影响，结果率是减一大半。当地立委请官员来看灾害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只要损失超过20%的财损，拢会启动天然灾害来救助。 3、4月份的大雨造成高坑地区的柑仔类结果率增加，含用年相比大约减少1半到6成，互农民是要靠无目屎。本来结果唔捌讲像遮歹啦，今年的结果率有够歹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按算会伫6月启动天然灾害救助的相关广告，到时财损只要超过20%的农民，拢会使向公所申报。花的这样的一个结花的状况，可能低于往前年度的4、5成左右啦。 阮会找一个较适当的期间公告了，才互农民来申报。阮6月的时阵会使来处理。农委会嘛表示，因为全球暖化影响，气候会开始定无稳定，互农民会使买农产的保险，互家己加一层保障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